大家好，我係 Carrie 李若凡。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黃金同埋白銀嘅一啲睇法。今年嘅話，大家都知道兩隻貴金屬咧就不斷創呢個歷史新高啦，表現都相當之亮麗嘅。咁其實如果話下半年以嚟嘅話，美金咧反而係區間整固，唔係進一步下跌，而且係有少少反彈添。咁美國嘅國債收益率咧都只係輕微咁下跌，所以無論係美金或者係呢個美息咧，都唔似係對呢個黃金或者白銀帶嚟太大上升嘅動力嘅一啲因素。如果講翻轉頭，乜嘢支持呢兩隻嘢上升咧？更加多嘅係一個避險情緒啦，包括最近嘅美國政府不斷停擺，咁仲有就係美國嘅地方銀行咧一度令人擔憂啦，同埋呢個中美嘅貿易衝突都曾經升級嘅。咁亦都睇到咧，投資者唔再喺法定貨幣入邊揀一啲取替美金嘅貨幣，而係咧選擇通過呢一個貴金屬啦，去對沖翻長遠發達國家嘅一啲財政不可持續嘅呢一個問題。咁亦都對沖翻法定貨幣有機會貶值嘅呢一個風險嘅。咁仲有我哋曾經見到呢個倫敦嘅白銀市場流動性都相當之緊張啦，係進一步推高咗個白銀嘅價格㗎。咁但係咧升咗一大輪之後，我哋亦都留意到最近啦，黃金由高位回落咗超過10%，而白銀都有高位咧係回落咗超過16%嘅。咁點解會出現咁樣嘅急跌咧？主要係因為早排嘅一個升勢太急啦。咁我哋見到無論係黃金定係白銀嘅呢個 RSI 啦，都顯示一個非常之強烈嘅超買跡象。咁所以回調咧都係合情合理嘅。咁如果我哋睇翻黃金嘅呢個市場咧，亦都比較有意思嘅係，之前幾年啦，講緊佢嘅升勢更加多係由呢個央行嘅購買所支持。咁央行不嬲咧買咗黃金之後都唔會輕易去沽貨，咁所以咧黃金嘅價格就唔係咁易跌。但係今年以嚟嘅話咧，我哋留意到央行購買嘅嗰個規模係減少咗。咁啊，同時之間咧，點解金價都係向上嘅話咧，更加多嘅係投資者同埋零售嘅一啲需求，喺 ETF 度嘅一個資金淨流入咧，相當之明顯。咁喺投資者或者係散戶嘅層面咧，佢哋買咗貨就有機會沽貨，咁所以個價格嘅波動性都大啲，回調咧都會係相對比較急少少。而至於白銀嘅話咧，都有類似嘅跡象，更加多嘅係講緊倫敦嘅市場資金流動性緊張嘅嗰個情況咧，其實都好明顯咁樣緩和咗，咁導致白銀咧係冇乜力繼續向上嘅。咁嚟緊有冇機會係進一步回落咧？咁我哋都覺得有一定嘅風險。譬如黃金啦，有機會去試翻啲3750到3800美金每盎司嘅水平，而白銀咧就有機會試翻44到45美金每盎司嘅水平。但係長遠我哋仍然覺得有機會回調咗之後進一步向上嘅原因係我哋見到無論係黃金同白銀啦，其實都會係比較適合嘅一啲資產啦，去對沖翻一啲長遠嘅風險，譬如講緊地緣政治風險、通脹風險，或者係一啲發達國家財政嘅一啲風險，又或者係法定貨幣嘅貶值風險。咁另外咧，亦都留意到 ETF 雖然淨流入非常之多，但無論係黃金定係白銀，而家 ETF 淨流入嘅嗰個規模，仍然比起2020年嘅高位同埋2021年嘅高位咧，係有一段距離嘅。咁即係話仲有增持嘅空間喺背後。咁所以我哋都相信長遠嚟講，經過呢個短暫嘅回調之後，黃金同白銀有機會進一步向上。咁啊，黃金嘅話咧，出年上半年嘅一個目標價啦，我哋係睇4450美金；而白銀嘅話咧，我哋就係睇52美金嘅。咁今日對兩隻貴金屬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下一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日元嘅睇法，敬請期待。